單價4字頭買中山第4代住宅，你冇聽錯，今日同大家去揾到嘅呢個深中通道旁邊嘅抵賣嘅現樓寶藏盤啊，佢單價只需要4字頭起就可以上車啦，仲要實用率係達到我哋而家講緊最 hit 嘅第4代住宅嘅，可以去到實用率140%，即係實景現樓即買即收樓添。嗱，咁地段呢就係夠晒核心噶啦，呢度呢係坐落響博愛路5分鐘直達深中通道城東嘅出入口，可以到達我哋嘅深圳啦、廣佛啦，暢通大灣區都係超級方便嘅。咁我哋嘅配套呢亦都係一應俱全嘅，15分鐘嘅生活圈有包括商場啦、學校啦、公園啦、社區有商鋪、有雅朵酒店，內部有健身房、兒童設施都係齊全嘅。周邊嘅市場、醫療咧、銀行咧一步搞掂，生活咧根本唔使愁啦。咁我哋嚟睇睇戶型先啦吓。入門先見到嘅咧就係有差不多成7.2米嘅一個中西相隨嘅一個餐廳啦。呢度咧連埋贈送咧有成11個方咁多嘅贈送喎。嗱，擺埋大圓台都唔逼㗎喎，隔離嘅廚房就有2個平方嘅贈送添，擺埋雜物都係冇壓力㗎啦。行入去咧大概有4.6米嘅開闊啦，進深有成9.5米嘅一個客廳啦。空間開揚過，仲有個隱形贈送啦，就係連住有成8米長嘅陽台咧，加埋落地窗啦。呢度有成12個方嘅贈送啦，做埋空中花園都啱晒啦。咁客廁嗰位有成1個方嘅贈送，夠晒實用啦。2間嘅客房分別都有2個平方米嘅贈送啦，擺埋張雙人床都係綽綽有餘嘅。咁最後主人房連埋個套廁咧，總共有成11平方嘅贈送啦。我哋嘅衣帽間啦、浴缸啦都係擺得落嘅。咁空間咧就真係勁充裕啦，舒適同埋質感兼備，完全係第4代住宅先有嘅享受啦。想睇呢個單價只需要4字頭，總價60幾萬嘅物業嘅話咧，就留言俾我啦。